大家好，我係東華三院冼賜雲小學黃偉興校長。今日我想介紹我哋學校嘅特色課程——樂創課程。樂創課程係透過整合同愛、同樂、同創、同行4個維度，透過體驗、實踐同交流活動，培養學生成為具有世界公民視野、快樂積極、富有創意嘅領導人才。課程設計注重理論與實踐嘅相結合，強調跨學科嘅學習同埋全人嘅發展。學校為學生營造發揮潛能嘅環境，通過多樣化嘅學習活動同實踐機會，學生能夠喺一個安全、積極嘅環境中探索自己嘅興趣同潛能，同時培養正確嘅價值觀，以及對社會同世界應有嘅責任感。嚟緊，學校會製作9段短片，向大家介紹同愛、同樂、同創、同行4個維度，當中包括課程同埋學習活動。